来过来，若是拄到紧急的状况，爱卡破这个车窗，是要安怎做才是对的呢？台中一个货车驾驶因为闪车失控抓冰车，人昏迷掉伫个车顶。警察到场发现这个货车漏油，证件会爆炸，赶紧甲挡风玻璃甲敲破。热心的民众嘛帮忙攻破车窗，其中一个民众的手搁去挂着伤，最后总算甲驾驶救出来。警方提醒大家，车顶会当准备细型的灭火器，或者是买灭虫器，安尼拄到状况紧急，会当救别人，嘛会当救家己。这里有人翻车啊！帮我叫一辆救护车。那些小货车、冰车驾驶人分去掉入车内，一直漏油，随时有可能爆炸。一人去救出来，警方紧急，有人举驾驶，有人提安全帽要卡玻璃。原警来斗相共，这个穿红色的查甫人想要变这个玻璃，佫敢若被挂着伤。玻璃贴落了，所有人冲进前将驾驶救出来，送到病院去急救。这个驾驶是为了要闪车失控抓冰车，刚才对着原警甲入室民众将伊甲救出来。警方讲，政府危急的是弄破玻璃有要领。击破车窗的时候，是在玻璃4个角部分是最脆弱的，它4个角会有 mark， 大概是那个位置去击破就可以。警方嘛讲，卡玻璃时一定要找铁啊，还是尖尖的物件，像车顶细型灭火器，还是要专门咧卡玻璃加死放伫车顶，拄到紧急状况的时阵，会使救人，嘛会使自救。